嘅阴谋。天那么溜的，从爱爱飞到那啥，飞到那啥，飞到老那啥变路，心都红，一代吹唔走嘅思念。天那么尖的，短短两截，飞到那啥。下盆以后母子，一年个一年还更有给米汤，爱喊起的安乐给甜了苦。土地也较献基都大家强下咧，无哦，头摆当年多一献，大摆献基哦，俺爸就会念，哎，总统都献200了，行情终于好噶。迄哪包哦，特别强呢？错啊，啰啰嗦嗦，俺28岁过后哦，结果嘛做咧讲都俺嫁唔出去，天使啊，新闻啊，半夜班啊，午夜节啊，大概做一个。28岁有亲落嘿。你喏，
相逢明夜，你做迄奈啊？投票的。天公你真爱投票，唔过阮隔壁就会投票的啊。你第一个买啊？无够哦，出来哦。呀，你就行那边去见个睇见咧正面那个地方，就做得看到爱。无答无对。金城武同爱，早做得偷一个哦。有偏哦。用解啊，投下神圣嘅票高票啊，唔是投那边，搞不爱做会。偏看做得份是的，带个 visa， 还有一个温暖嘅镜头做得本科。用解啊！真有偏嘞。无人安尼求婚的啦，哪有安简单？唔系讲系啲求婚的啊？你玩好怪咩？当然无啊。日本。有冇想？木族啊，我八国太些。冇太早就教你嘞。做人的男朋友啊，福利过好，对吧？我已经同朋友调本嘞。给某个时间，怎会同朋友调不来？哪有人讲法安尼点三斗四？嘛给时间啦！哥今日怎个讲啊？来你啦！哈尼拜献祭，我原很老不良眼口来废票的啦。唉，哪去甲老金城武彪哦，自取其辱。也是刘德华的啊？哎，冇，梁朝伟好诶，那一个演员眼够大啊！我想梁朝伟哦，应该同佢骗过。讲爱还就好诶，加油！
差唔多诶。因为按久，动身躯吼，每次都伊都唔相爱咧。当囝就做在老人是无会讲现代转去诶。新沙里科也规天府。真正的自由。刘飞轮，小姐好像很喜欢你呢。那是他的事。你不喜欢他又不阻止人家，很不负责任的你。你到底喜欢谁？那是我的事。我跟你讲啦，要耍帅也是你的事。我是真的很喜欢佳佳哦。如果你敢让她伤心的话，吼，我就……用哎。哎呦，那是我的事啦。你了解魏佳佳吗？我不了解，但是不重要。反正我不喜欢她。那你干嘛不跟她讲清楚？原住民小朋友，人跟人之间有很多事情不是讲清楚就可以解决的。男人和女人也是一样，不是只有爱情。长大之后，你就会明白了。等你明白，你就是真男人了。讲什么啦？你不能讲中文哦。我像是在讲客家话吗？我会打球，你回去啦。对啦对啦，你都最老啦，什么你都很了解，最厉害啦你。你去交通请刘飞轮了哈？中年客，你很勇呀？哈？刘飞轮很勇扮嘅人，你还要捞佢做朋友？啊？你怎么该做唔得来去做朋友？你请下看，也係林友發傳本嚟嘅，佢危險嘅，我係支持佢呢。唔係我講你啦，你都腦波要較注意條嘅啊！我哋清清菜菜就判你拿去做文章咧。我警告你，不准你再跟老劉飛輪做朋友，聽到嗎？你可以係相片啦，可以係做買用嘅啊你。佢中年客，佢就係真正嘅中年客。你快過來！你都安，都想你係茶葉，都冇關心啊！我想去做乜？想去變做用嘅你，知冇？我想去講下世界嘅人生。啊，他們知你都會過來。阿妹，我就會中意誰來？我中意劉飛輪，你係來，佢同性戀。講埋，不准你再講。我當作乜嘅都冇聽到。你點啊？想清楚，不准出來！
到底要不要签名啊？签，那下生人再签啊。我马小，忙是红红娘肉子塞酒啊。不要离婚就不要回来了，干脆死在外面好了。哎，还是中了现机的哦，啊，1票500，钱拿到的就会让你天数，你还没拿哎，钱我也赢了真来，你就天天真来，啊，伊嘛。共都按后堂，拿你嘅钱，饶你潘思晴哦。哎，讲嘛再讲，讲嘛再不要讲，这样啦！是不是啊？娘老子叫我妈呀，没变跑过来啊！啊，你们在讲什么啊？你俩有神像报福林哎，你做唔对吧，强仔？你出去！哦，陈亚芳，了不过，去问人名啊？我走啊！我走啊！好重要的办走啊！你得走啊！掉。孙来，请喝茶。大哥，请喝茶。甜死的话吗？大哥，请喝茶。苏医生，左边安子些哦。啊？手柄用无落啊？跌倒咧。你60办都是动起呢。唔可以。王爷现在还唔是来，用你做去处理。欣赏好。你在演的嘛？哦，有。哎，有嘞。啊，开始。这一天，哎，投票诶，哦。哇，苏先生，身体无舒爽嘿？无啊，啥人嘿？你发烧无？无啦。發燒應然哦，應該係。神門睇架，神門，睇架前官，嚟，你見睇架，邊走？什麼啊？哎，坐下，感謝啊！強總，哎，你下班還是發通道容易流浪人沒風險，感謝。他本來你總可以有事情，你最主要講好。冇問題。我車票誒。你好唔該，冇可能叫嘅，可以跟隨他。
辛苦了。什么？太阳，把它听作动听。会，丈夫我们呢，要你去洗票。哦，好，我准备。哥哥，俺哥哥没有讲我。哥哥，你好，迄雄壮的妹啊！爸，献祭说嘞，因做咧老钢琴搬转来嘛？搬转来？错啊！假勇士就讲，迄因为献祭，因长老钢琴才会晓做唔得。做咩做唔得？哥哥，爸爸哦，你还迄雄壮，汉拜啊，我紧献紧怂呢。张先多就搬转来，做唔得啊。假勇士就会讲啊，献祭。会啦，爸爸，我准备卸票啊，哈。我的家庭真可爱，真姐妹们又安康，兄弟姐，我没有，真和睦，父母都慈祥。爸，恭喜我，仙都雄壮嘞！米哥哥，今年不完成嘞，呀哈，迄雄壮的妹嘞，恭喜我，恭喜我。呀，雄壮的妹嘞！我的家庭真可爱，姐妹们又安康。无嘞，嘛该做无嘞。真正的自由。Hello，我妈打电话嘞，佮讲俩经验呢，你出差那边好好想一下，等伊想清楚再转移不好。神父，吃豆俺用卡散，同性恋
真嘅唔好。我想咧，唔是面对问题唔好，冇老妈妈好沟通也唔好，唔做义务卡讨价也唔好。同性恋呢，唔係好唔好嘅問題，你會得分拆嘅，政府冇辦法一下讓你講。唔過，係咪根本就唔想溝通啊？我又唔係條條嘅中醫師嚟，我做嘅中醫啊，佢講我廿四年都冇辦法中醫生我嘅，因為假做中醫生我嘅，安尼唔係騙人嘅。哎呀，你阿媽也係人啊，為呢條事件哦，可以好好想一下，可以接受啊。佢講佢永久都唔接受我。哎呀，唔會啦，唔是想咁多，今天呢就在那邊休息，睡兩片，啊？我去睡奶。明明就伫庄连接的中医啊，你还很爱老几讲啊说，羊入虎口诶。馬上係用馬上老虎喊啲咧。佢閒時悶，佢都應啊。政府嘅想好，有機會哦，老小姐好好講一下。我聽說哈，佢們唔係同性戀啊，但就非常有個性點點啊。佢好全部是這樣，他們呢打呼磨牙、流口水、打皮肉按住，小鮮肉變成。搞咩咩啊？你搞嘅啦！哎呀，唔講啦。你们两个讲完了没有？小杰会不会把你吃掉？里面全部都听到了。一诺，没你事，快睡觉，快睡觉，啊，睡觉。好啦，落去啦，好，夾埋咯。開始，唔易衰冇啦，冇問題啦，落去。好啦。刘飞伦，刘飞伦，哎呦，刘飞伦啊，你不是说这是我的事？现在不是跑来对我这边讲那么帅哦？睡觉了啦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。够了没？哎呦，你算很有功劳呢。人家小杰以前什么事都不敢做，现在为了要爱你哦，翘家又降大志，爱真的让人很勇敢。猛。可以睡觉了吗？晚安哦。爱真的需要勇气。哎。喂 ，Green。來，然後我幫你調內褲帶。韓白唔好夾水藍色嘅內褲帶，可以嚟睇老師咧。哦。幫你調啦。你們還真係幸運咧，而且有微服，韓白做事情這麼順心啊。淑芳，我聽咗會心旁邊，我爸爸用嘅風神，我聽咗會上笑下去。
个决定也无敢唔聪明。嘎嘎嘞，伊昨暝暗不是暗转来，讲身体无嘛舒爽，你阿来伊看一下。哥哥，我起来是这样。都县道雄壮，要做嘛的啦？唔好拖啊，都就安尼。记得迄最好势嘞，也把你做得多好，也对阿爸感谢。唔是。最根本开始，你就会真正赢不了么的。有的事情我知，坦白我赌到青都无法度，无奈何，很艰苦的事情，做掉的事情，看的嘛个，用的讲法太假，人全就很卡注意，沙雷就会空台。就讲到某样的事情，面对也着唔像做得结束，才做得完下来。我相信，我要很卡了解爱，佢条压力，佢条工作的艰苦。也就迄因固定阿爸爸先雄中的年龄，你想要保严肃？梦想都很快。我爸爸大病的规生人能用做嚟打送，但爸爸做得了我爸爸天数，不然讲较强拿到肯定也唔冲哈。也多点卖世界怎么说啦？永久就唔会使。哥哥，你爸爸开始行政治的路诶。你讲，你经营巴动还得保严肃，还真是的。但我真嘅冇想得到。我永久都无办法离开遐具体服装嘛，无办法离开亚条，无办法离开遐变态的家。了解，我相信我也了解。
你今天胃口这么好，尸体上完了呢。是哦，我有吃那么多。你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应该是青春期吧。还是不要吃那么多好了，会胖。我去上学了。先生，亲爱有乜个事情？做朋友啊，哪袂打饭来？伊谈起来啊，佢想对唔定用夹晒。我想啊，伊天总会无办法呗，咱要来请来嘅。先生，我觉得中医生来的，我有查过，也唔许我做得先呢。歹记唔伫拄过4%，我要按呢，要去强的啊。唔是嘅，先生又无讲咱嘢唔错，迄有人曾确定过啊，你中医生来也生妹冇啊？这个世界上啊，有异性恋，有同性恋，还有一种啊，叫做双性恋嘅。我想啊，你青春期有还蛮高铁，冇按脚就对自家贴标签，人生啊，也有改多种嘅可能嘅。钟伯妹，人生有咁多可能，我知道人嘅发展，尤其中医生来行喺社会无相干啊。啊，佢真劲动勇敢，佢敢去面对，还敢老唔讲呢？刘先生啊，你有这年冇啊？冇。你唔係做阿妹嘅人，你當然唔抵啊！你看呐、我嘅工業安排哦，我變到幾十年，我喺邊度買？邊度我自家嘿？就事實來講啦，做業外嘅，就希望自家生年唔是按辛苦，就做啲平安健康過日嚟啊！對做錢來講，做人辛苦嘅，當然要對總務有交代呀。不過一路阿 K 嘅形象唔會有衝突啦。迄個阿 K 真係中意寫來，我老干一搞本記。啥下來呢？啊？啥下來就冇嘞？迄個冇講生意嘞哦，嘛個就冇嘞。崇拜，從你條來嘅。根本你係28。小妹啊，冇乜嘅啊，恭喜我鄉長嘅妹耶。哦，唔係，係鄉長嘅養呀，做樣係按法啊。嘅廿班樣嘅咯。就安尼啊，有報復令咩無效，我爸唔肯簽詩，我咪講安尼咩，無半年拍臨帖。佢水佢嘅叫死咯。就我做啲講佢唔好，唔做唔得。你還中意佢哦？唔講法很用誒，你也覺得你很有事吼？中意佢才叫死誒。你要我講係？點嘛嘅啊？錯，我以前喊厲害哦。
阿达，笨死！你好，俺没学用的啦，几多钱？哦好。夫人，师傅说寄东西来耶。新的东西贵一点，要不要？我想想看。想什么？想什么想？不会是因为没钱吧？哎，不是钱的问题嘛，不然什么？谁怕谁啊？小妹妹，爽吗？舒服吗？开心吗？都到了。还没有啦，佳佳跟简明春还没有到嘞。他们身体不舒服，今天就先不过来了。
奇怪，佳佳最近常常身体不舒服哎，现在连明春都一起了，两个到底在搞什么？一诺啊，你是住海边是不是啊？管这么多干嘛？我家在山上，现在住教堂。同学们，我们今天会临时更改练习的场地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之前音乐季几个同学表现得不错，校长得到一笔捐款，决定整修我们的音乐教室。哇，真的假的？这个呢，是我们接下来要唱的新曲目《法舒哈》。这个谱呢，你们先拿回去看。因为段考要到了，所以今天我们练习完之后呢，我们会休息2周，让你们专心准备考试。不用耶，今天还是要认真的给我练习啊。好了，拿到谱了，现在开始唱音给你们听。哒哒哒哒哒哒哒走唔得啦，我冻到嘞，莫卖，走。走了，下一摊了。哎，看什么看啊？凶屁凶啊！不是服务员吗？人家说只要东西够好，钱都不是问题。按用这你做唔得，你使用你天数。哥哥，呛你离开哪来？给要变坏呢？就迄因为呢？哎，家猪妈妈，都不会记啦。吃必性，吃必性就吃一个。吃必性，原来吃必性，原来吃必性。哎，老板，饭来了，哎。和迄木头来讲，哥哥其实用用的天数啊。其实念无的，这个。只有手起细皮笑脸，用锐利的眼神看向前面，爱成功。